晚到早，欢迎收看5月初8早起新闻，我是朱英晓。咱先来关心疫情，昨是加46377例本土死亡个案11例。指挥中心也宣布讲，对今仔日开始电子围篱的规定取消，以后密切接触者敢若靠带做伙的人，佮有带宿舍共一间的人。另外，隔离条件的条件也是放令啊，居家照护对10天改做7天。本土确诊数佮创新高超过4万人，为减轻医疗量能，指挥中心宣布，佮调整居家隔离对象为初8透早饭点开始，隔离居家对象敢若限制共大亲友、甲共大宿舍学生，过去共班同学、共办公室密切接触者，全部改做自主应变对象。其他人都不会再开所谓的居隔单，来自主应变，好，包括同班同学也好，或同职场的。也就是讲，未来劳动数确诊，就算为正近也未过靠咧居家，依照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继续营运计划，采取自主应变措施。照规定，若属于高风险接触对象，有症状就抗原快筛，无症状而且已经注3剂疫苗继续工作，健康监测7天；无症状毋过无完整注疫苗，自我隔离或者是居家办公3天，或者是继续工作，每1到2天都要快筛。那低风险的就是持续工作，好，或者有症状快筛是每1、2天执行抗原快筛，至最后接触日满7天。指挥中心也宣布，确诊个案改革条件放令，5月初8以后，确诊者居家照护为10天减少做7天，就自动改革。伫病院集中检疫所顶，轻症患者离发病日或者是采检至5天快筛阴性，或者是5天内2摆快筛阴性，应直接改革。中重症住院病人改革1摆PCR阴性，或者是CT值30，或者是比30较大，等转出隔离专责病房。策略上渐渐就要把这个相关要减轻，那这部分可能自己要照顾自己。那轻症的这也是，那整体力量要放在中重症上面。本土估计确诊数佮创新高，有46377例，佮增加11人死亡。到目前，轻症患者有141,667人，也是占上济有99.75%。中重症比例随着确诊数增加有提悬的现象，但市长表示，轻症尽可能家己照顾家己，未来防疫政策会放伫中重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甲大病院院长、副院长开视讯会议，讨论这个疫情到高峰进前，台北的医疗资源是要安怎运用甲分配。郭文哲伫会议中呼吁讲，望中央会当放令规定，授权予病院会使直接开这解除隔离的单。要怎么把？希望在洪峰到之前，你知道，5月16号之前，你知道有没有办法把病房数加到30%？那这个在这个状态下，你知道，也不要再想说什么那什么1室1人了，不可能的，1室2人甚至1室3人哦，恐怕都要上。接下来看这疫情呢，搁咧拓销，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。教育部对今仔日开始取消原地停课的规定，予学校会使正常的上课。那出现确诊者，会以确诊者做重新来扣列，各种以上干那扣确诊者坐4科以下的人。疫情严重，几间学校都影响授课，也毋过考虑学校运作能力。教育部宣布，初8起取消现有全校1/3也是10班以上班级有确诊者，也是密切接触者，全校暂停实体课程的规定。基本上，是以确诊个案为一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考量，包含像授课教师排课程等的这种情况下，那么还是有一个弹性的空间。教育部宣布，初8开始，国小甲幼儿园确诊个案前2天内捌到学校上课，因所属的班级停课3天，佮提供快筛剂。国高中方面，所属班级坐回9强加的同学，实施3天防疫假，佮提供快筛。大学部分，学校会当授权教师，上课班级出现确诊个案的时阵，实施远期教学到本学期尾。另外，将要到的会考，台中市府宣布。国三学生16至20暂停实体课程。
从5月16号到5月20号改成线上教学，国3生不用到校。校校表示，该以确诊个案为核心进行酷热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减少提出隔离天数甲人员，校校也维持正常上课。也毋过，对于其他学生来讲，颠倒可能有更较大的风险甲疑虑。也毋过，目前拢也是会照中央规定来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水气增加，全台湾拢可能落雨，毋过未落几工，咱来看温度。今仔日受到南方云系影响，各地侪云到落雨。东部甲西部的山区有局部低暂雨甲雷公雨，毋过无落雨时天气是真翕热，高温到27度到31度。另外也要注意西部外岛会大雾雾，赛车就要较细腻的。到明仔载水气阁真济，天气是会无稳定。一寡地区会变大雨，拜期方面走了后，各地拢是烧热，高温会冲到30度，过到落西北雨。毋过到拜四又阁有风面来啊，中部以北阁开始落雨，愈晚雨会愈高。也若拜五黄霜雨方面外来，各地拢会落阵雨甲雷公雨。这春天的天气是多变化，乡亲就要较注意哦。听众奥运搁咧比，咱来看咱国上新的成绩。已经61岁跆拳道资深选手孙树良有缘上场来比赛，也若16岁少年选手柯明瑞伫10米的空气手枪的项目，用212.8分的好成绩得到铜牌。另外，咱国平本的代表队伫团体赛当中，决赛甲乌克兰的选手相战，落尾是以2分比3分摕到银牌。带你来看精彩的比赛过程。讲究心理、精神、气势加动作正确性的跆拳道比赛，台湾由资深选手孙树良上场比赛。出招较力，每一拳拢正到位。参加男子个人品赛孙树良是第2遍挑战听障奥运，捌伫咧2017的土耳其听学品赛配对摕到铜牌。今年已经61岁，结果预赛排第5名，晋级决赛。尾伫咧决赛时阵，伊摕到6.05分，排第5名。孙树良向全场的观众致意。另外来看10公尺空气手枪项目，16岁少年选手柯明瑞伫预赛557分，第7名晋级决赛。伫国内参加过真侪比赛，是这边参加听学的上少年的选手。虽然第1遍参加听学，也毋过拢无伫咧惊。上尾212.8分摕到铜牌，也是射击队第2底牌。同一天上场的一个倒球代表队，连续5届拍入决赛，这边同款拍入金牌战，对着大会第2种子乌克兰，靠着杨永忠的2胜，加分数力比。上尾第5点要定输赢，台湾的选手王凯翔虽然甲对手加条条，不过上尾依然0比3输球，倒球男子团体总局数2比3摕到银牌。输了没关系，就下次再来。对啊。我们还是有机会的，然后我们还有单打跟双打都要拼，所以我们还不能中介。目前台湾代表队摕到的奖牌数是2银3铜，除了羽球、网球、篮球的比赛，一个伫咧继续以外，相比看好有提牌希望的电竞比赛，也就要上场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带你来看今日的报纸重点，咱先来看联合报。因为客运有一寡路线无人坐，了钱了甲真严重。国光统联首都等等的业者拢可能申请停驶。这寡路线亲像家人到内科，有人上下班逐工咧坐路线，佮有中南部较庄卡的县市一寡路线。所以来看《中国时报》，高中快台汽车采买案的争议犹未收煞。立法院国民党团昨个举出8个疑点，呼吁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要公布快台汽车采买的会议记录，佮甲高中签的合约。落尾是《自由时报》，香港今仔日要选第6届的行政长官，有警察背景的政务司长李家超，和北京上吊，成做唯一一个候选人。一千500人的选举委员会，伊定着会赢1半以上的票。所以来看国内快台汽车是真欠货。总统蔡英文表示，按算这个月就会提供1亿支的快台汽车，也有所讲货会愈来愈稳定。
指挥中心表示，未来若有计划会送去疫情较严重的区域。替物流送到位的快台汽车，清点检查，基层有需协助卖生命剂汽车无用试试，无论是毋是卖时间，逐工拢民众来问，也个要求无细致，怕唔到进货数量，后排民众是万下连连。疫情中心说我们要分成早中晚，但是我们总量只有78份。那如果说分成早中晚，那么变每个时段卖20几份，我相信一定会造成民众更大的困扰。有苏工会表示，目前政府已经调整做2天的货量一摆送，暗过希望呼吁中央应增加配送量，民众免一直排。快台生命剂上路以来，上北一区逐工拢民众咧排，也真侪人怨叹买无。总统撰文发声，这个月有1亿支快台汽车到货，也计划伫风险县的800机头增加通路。我知道大家现在对购买快筛试剂感到不方便，政府会持续的增加快筛试剂的供货量。在这个月，我们预计取得1亿剂左右的快筛试剂。供应将会越来越稳定。看起来这5轮的消耗的速度都差不多。换句话说，快筛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急迫。不会跟大家讲，这不需要说太急了这一般的有症状再采就好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目前各地对快台汽车需求真大，规划继续按照逐工每件要求78份来送。那汽车供货搁较稳，有搁较济量，就考虑对疫情疫区送搁较济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转来看咱国内疫情这正力，医护的工作负担也是愈来愈重。地病院的工会就发出求助的声明，表示专责病房内底爱照顾病人数量是比去年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加2-3倍。医护所要求讲，若好记离快筛阴性就要转来上班，这医护是强要经袂掉。居家隔离身份的这些人，如果是快筛阴性的话，是可以提前返工的。人力不够的状况，需要这些居家隔离有一些风险的人回来上班。就算家己伫厝隔离，也毋过只要快筛阴性，就需要回去集中工作，因为疫情一直升悬。逐工单日确诊数甲中重症患者拢一直增加，互第一线医护人员真艰苦。一名护理师应该是只要照顾5名确诊病患。4月开始，其实平均每天一个护理师照顾的确诊人数是从7床升到11、12床都有可能。最严重的时候呢，货柜屋的2名护理师必须要负担100名病人的照顾的事宜啊。工会表示，医护人员需要做检体采集抽血，甚至也要替病人走踪，也是承担部分病人的情绪压力。若讲即摆制度无改变，有可能会爆发离职潮。也毋过，台大院方澄清，无啥可能有2名护理师爱照顾100人的情况，也无接到求诊反映有需要帮助。根据最新的全台医疗资源统计，目前的专接甲负压病床空床率55.8%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拢是为了营养未来可能的需求。另外，病院采用液态代价方式，指挥中心表示会参考兼顾风险甲需求层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海巡署第7太华巡逻队昨伫猪头树西边的0.8海里的所在，发现6个呛水味的民众，互大海抢走，随家因救援，落尾是拢平安送倒去马境。因船舶靠近时风浪不佳，过程救援不易，故相关救援人员不敢大意。最后在12点25分左右，将人员成功救起，全数人员均平安返回马公。海华巡逻队工课做了要回去的时，发现有6个呛水味的民众伫海边浮浮沉沉、默默游，就随开始救援。这6个人原本是伫东结树这个南边咧呛水味，毋过海流伤强啊，因就互抢走。其中1个人因为无体力、无啥爽快，毋过加在6个人拢有救起来，也送转去马境。5月12日了后，快台阳性准做确诊。风社讲有保险的业者想要启用互保险条款，也就是讲未来若有保真侪份防疫保险，恐惊袂当逐份拢摕到钱。经管会主委黄天木就表示讲，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得要照契约来办理，袂使误赔。而且伫2年内，民众拢会当去讨保险的理赔，毋通为着赶要开这张诊断证明，就去病院来客销。
快太阳性就是较近产险业烦恼，恐惊明年800至900亿防药险理赔风暴。外口风声有产险业者演议启用互保险条款应用，因为保险法规定互保险是禁止的。也毋过互保险有分善意甲恶意，针对善意互保险者理赔时阵，有缘会当以所保金额按照比例赔偿。附保险是引用在这个不是人的物体的这个保险上面。我们买的这个防疫保单，它是一个定额的理赔，这种附保险也不适用在这种定额的这种理赔上面。金融法制甲犯罪防治中心董事长肖志尊伫面册铺文，呼吁金管会经调压力，建议引用民法第227之规定，就算是契约成立，也毋过因为代志变更，毋是当时所有了。董事长会当申请法院精简给付，建议互产险业将这契约退还保费。购买者有购买者消费的权益吧，你不能够在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把民法搬出来，我认为是不合理的。政府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跟保护去废约退费这件事情，绝对不会发生。也请这些散布这些言论的人知所进退。我们一定会要求保险公司依照契约办理。金管会强调，依保险法第65条规定，保险契约请求权有2年的时效，民众唔通及时调急，长期急诊室开证明书，只会压缩医疗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地消息来看，台南的和顺工业区是真欠一个快台汽车，敢若会当买到团体计小一支250到300较贵的，或者是去拜托员工排实名制，而且可能阁买无。厂商是真烦恼，因也毋望讲政府会使来斗3工，亲像进前买喙暗共款，中央来注文，然后固定的时间来配送。今日办公室车人排队的快台汽车只剩一盒，只好车1礼拜以上班的员工靠家己咯。真正是有无多。李长清新伫工业区清销，台南和顺工业区逐工进出会人真多，即摆疫情情况，快台需求增加，买无快台汽车，互厂商真头疼。业务或是司机他去送货什么的，对方他会要求你要快筛。目前的话，只能叫员工排啊。业者讲去排实验室买，就正做甲民众抢物资。啊，毋过若透过团体买一支250到300，成本悬，阁无一定买付，就算订到货，到货也要等10天以上。是毋是像恢复2年前，阮口罩方式，因为阮统一甲阮全国工业区的总会订，伊每一个礼拜就依我们的配额就配过来。面对厂商需求，台南市卫生局表示，应透过经济部专案来买。大量使用的话，我们也是建议直接透过经济部的专案，直接跟我们这些快筛的厂商做一个接洽。台南工业区厂商快台汽车欠货，高雄同款有真济工业区。高雄市府表示，原本快台汽车要由业者家己准备，甲进前各工业区讨论防疫 SOP 的时阵，要提醒业者要提前准备充足的快台汽车，来应应厂区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这确诊数一直在增加，负责做疫情调查人员压力嘛愈来愈大。亲像新德县卫生局，就动员127个人加班几落工，甚至有人是1个月以来拢困伫车顶，无离开卫生局。今日来卫生局办公室，每一个疫调人员拢是一手接电话，一手整理资料，实在有够无闲。随确诊人数增加，即马大家差不多逐工拢爱加班，甚至有人已经连续1个月拢困在车顶。早上有时候7、8点来工作，一直到可能要到晚上隔天的凌晨3、4点。因为其实回去也晚了啦，然后因为孩子明天隔天也要上课，那因为回去也会干扰到小朋友，就想说就在车上睡。新德县因为医工所辖进前发生侪人确诊，嘛互疫调人员的工作量熊熊增加，实在得要袂堪治。我们的疫调的完整性其实也是会决定我们社区扩散的一个速度啦，所以我们当然尽可能的希望我们的疫调能够更加的完整、更完善。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力量，把人力充足。来做好这一次的疫情的这个抵抗的一个工作。疫情直探，卫生局人员电话接袂了，政府赶紧宣布，搁再招募40名疫调人员，希望会当分担大家压力，共同度过疫情的难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咱来看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的一间5星级的饭店，好亲像是因为雅士闹热，就发生大爆炸。
这爆炸佫影响到附近的学校，造成至少26个人死亡，超过70个人受伤。而且爆炸发生的迄当阵，佫有工人伫饭店内底，救援人员即马佫继续咧抢救，因那这爆炸的原因佫着查分明。黄色的烟尘向街路拖去，加来往汽车的视野熊熊大条的，驾驶开始吹喇叭，也是逃出车外。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市中心，一间5星级的饭店——萨拉托加饭店，在当地初六熊熊发生爆炸，造成死伤将近100个人。las personas, el humo saliendo, los desastres, fue una película de terror. 这个事故发生伫真有历史的哈瓦那旧社区，事发饭店有100年的历史，因为饭店内部大力整理，准备要伫初10重新开放，所以无营业，只有工人甲职员伫饭店内底。而爆炸无影响到附近一间学校，因为当时有300多名学生伫学校内，造成真侪囡仔死伤。Del total de los lesionados, 15 fueron niños. Y hasta ahora se identifica uno fallecido, rectifico, 3 se encuentran en estado crítico, 2 en estado grave y 9 se mantienen de cuidado. 今日饭店员工甲学生的亲友紧急赶去病院等待消息。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嘛去病院探望病人。经过初步调查，乌都邦师傅凭着驾驶位到供应商的卡车检查驾驶，发现送驾驶的管道有漏空，才发生事故。因为无清楚有偌侪人受困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嘛一直咧搜救，正确的死伤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。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。看册毋但会使加添知识，即嘛可以当减少刑期。伫南美的国家玻利维亚正咧推动一项计划，只要你加看册通过考试，就会当减少刑期。尤其当地真侪人本地就拢毋捌字，这项计划是真有帮助，也鼓舞一寡人内的人烧钱来看册。蒋桂林甲迈尔德瑞正伫咧整理归队的资，这毋是一般的图书馆，是家家内面附设的图书馆。南美国家玻利维亚最近学巴西伫家家内面办读书减刑计划，让受刑人有机会就着加看书，减少几工或者是几礼拜刑期。蒋桂林过去1年已经读8本书，通过4遍测验。Que ingresan sin saber leer, sin saber escribir. Y aquí este libro por rejas o la licenciada de estudios nos da la opción de que podamos ir aprendiendo a personas que ya estaban aprendiendo a escribir y a leer. 玻利维亚虽然无死刑甲无期徒刑，不过司法程序正慢，审判前的拘留可能就要拖几6年。受刑人常常被票做航拍、赤衫甲洗衫的劳务，一工赚无到大票50块的工资。家家的生活真歹过，既然加读书会当缩短坐监的日子，真侪受刑人就归去摕书来看。迈尔德瑞就讲，读书可以心得到自由。Cuando yo leo, estoy en todo el universo, estoy en contacto con toda la creación. Las paredes y las rejas desaparecen. 即马伫玻利维亚有47间家业伫咧办家业读书减刑的计划，总共865位受刑人参加。对欠缺教育资源或者是社会援助的家业来讲，这项计划有教化甲安定人心的效果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。天气报你知，今日的水汽增加，全台湾拢可能落雨。明仔载水汽佫愈济，一寡地区会变大雨。拜期方面走了后，各地佫恢复好天气，小热。毋过拜四开始，方面小煞到位，各地雨势佫会增加。咱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天气资料。北部地区是22度到27度。中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。南部地区是22度到31度，东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，外岛地区有19度到26度。
今日是母亲节，祝福各位辛苦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！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，咱明仔载再会。